宜兰代理酒公司研计要扩大伫咧南崁山的矿区范围，专案即马进入环评的阶段。因为这挖矿的范围是包含着原住民的传统区域，依法就要得到部落的同意，按算伫19要进行投票。因过大部分的居民是大力来反对开发，嘛认为这投票的行政程序是有问题，无应该着继续来进行落去。南澳北溪流经过的碧河部落最近并一风太贵，溪水清清见底，也毋过溪流的水头，南崁山煞面临矿业开发的压力。碧河村民表示，只要拄到风台大雨，清清的南澳北溪就会带着大量的土沙变压落落。因怀疑甲宜兰代理石公司伫水头开采工业用代理石矿，破坏山坡地有关系，坚决反对开矿。最近几年，真无间的停工业者，阁一直申请要扩大矿区范围。所以我们坚决反对，原因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的安全，再来我们的生态，再来说我们要给我们下一代更好的环境。宜兰代理石公司研究将矿区扩大到43公顷，也过范围涉及，要互部落原住民传统领域依照原计划爱取得部落同意，有计19投票，也过部分村民认为举行投票行政程序欠点，无应该举行。业者准年才申请开矿，互村民投票反对，乡公所爱顺应民意，主动业者去申请，那么也爱辅导部落伫行政程序上，避免业者继续申请开发。我们有反对这样的话，他应该要站在我们这反对这边，因为这是在破坏我们领域。因为咨商同意是要部落会议同意，是而不是说要我们同意，我们没有资格去做同意不同意。这我们也是照合法合规的去做处理啊。乡公所强调，依法办理，未有设任何立场。业者表示，申请扩大矿区、甲举行投票、争取部落同意，拢是依合法程序来办理。然而，北溪落落是因为山区自然崩山，毋是矿区影响，会继续甲居民沟通，争取认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